因为电视的法庭节目请起来，防者是美国上温暖的法官的卡普里奥，这个月20日因为腰切线杆过身，食到88岁。卡普里奥是判交通违规的法官，伊用同理心来做出判决，所以真侪民众真怀念，嘛真感。We handle all the traffic cases within the city of Providence, and as well as petty misdemeanors and environmental matters in the city. I've been on the bench since 1985. Enjoy my job immeasurably. 美国真出名的法官卡普里奥，在法院的温准之下，为2000年开始，伊家审理的过程翕做实景节目，合作人民法官。这个节目伫网络顶真清，伊嘛合作是世界上界甘心的法官。卡普里奥2023年年初宣布退休，不过煞伫同一年年底得到腰切癌，而且伫社群平台公开这件代志，嘛看到伊倒伫病床接受治疗的相片。经过要2年抗癌的过程，伊的亲人最近证实，伊已经伫咧28岁，食到88岁。卡普里奥伫 IG 的卖将都超过300万，伫 YouTube 顶悬的影片，卡袂到都100万人来看。看过伊影片的有超过10亿人次，而且还佫捌几届得到艾美奖的提名。另外，卡普里奥审理的交通案件，真侪拢是收入有限的艰苦人。其中一个真侪人看的影片，是一个96岁老阿伯，因囝63岁，有身心障碍，佫着癌。赛车赶要载因后生去病院抽血。I'm 96 years old and I drive slowly and I only drive when I have to. You see that young man over there? That's my son. Now, he's looking at me saying, Dad, when you're in your 90s, you're going to be driving me around. I wish the best for your son, and I wish you good health, and your case is dismissed. 卡普里奥过身的消息传出来了后，真侪网友拢来伊的社群平台表达哀悼。卡普里奥称在用深色的方式来化解案件，网友嘛学了讲，伫咧严肃的法庭，伊有一粒善良的心，嘛展现对弱势族群的同理心。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